歌叫信狗，然后信狗是一位日本导演叫落木信武，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他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还在写的过程中，就刚刚听到那首歌还在写，啊，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奇怪，对，我那时候虽然图腾乐团有发过，你们知道我是图腾乐团主唱哦。没关系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现在知道就好了。然后刚发片，可是刚发片的年代很不好，你知道，2007年金融风暴，2008年还在发消费券，唱片圈没那么好混，那时候很辛苦。但是也因为认识那个导演啊，跟他认识，然后我当导游开车载他去部落走走，他不想去那些大家常去的观光景点，什么三仙台啊、八仙洞啊。那其实我也没有很刻意要带他去什么地方，那我就带他去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就好了，这样，反正都是部落里面这样走走，他就哇很漂亮，哇这样的，他就一直赞叹这样子。然后他听到我在做原住民的创作的时候，他很好奇。然后这首歌那时候还在雏形这样子，他说他想要更认识原住民的事情这样，一个日本人不会讲中文，刚刚讲的话都有他的翻译哦啊，然后他说他要决定花时间来认识这件事情的，认识原住民，认识台湾。他说他要来拍纪录片，我才刚刚认识没多久啊。他说他要拍纪录片，我想说，啊，是哦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以为他只是随便讲讲的，然后刚我那时候也在写这首歌，我就说好，那这首歌写给你这样，自以为很潇洒有没有？分享给朋友这样，我想到这个事情就这样就结束了吧，结果没想到2007年，他就真的来拍了，而且一拍3年，哇，我想到这个人真的。是怎么样？他是毛起来说他曾经随便承诺过，我听起来像随便承诺过的话，他真的就做了。3年之后，这个图腾第一支国外拍的纪录片就真的在日本上映了。那时候我一直想到这件事情，那这个我自己该承诺的那首歌怎么都还没出来？那他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，然后让我觉得说好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假的，就是好像没有很重视承诺。其实这几年都还有在保持联络，虽然他继续又到很多国家拍照这样，然后终于把这首歌放在这次的专辑了。就从那个时候的承诺，我想说我应该我也做到了。但是这首歌的一开始的状态就是刚刚听到的，还是专辑里面结合了拉丁，还有印度音阶，还有电音。我不晓得他听到会怎样。这首歌，可能他那时候都觉得很原始的状态吧。然后做完了，我还没送给他，可能他已经知道我发专辑，我在猜啦。我不知道他这边有他的眼线在这里，不晓得。就这首歌开始，然后，但因为我很喜欢回去都兰，然后其实我很多创作也都来自己的家乡。然后专辑里面有收了我也是我的第一次个人出来唱中文歌。本人我都唱母语歌比较多，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我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的人。但是我还是证明一下我来自台湾，所以里面放了一首中文歌啊，这首歌歌名很长，叫做《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》。啊，好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就听听就好了啦。好，先唱这首歌吧。海风吹过树影婆娑，歌声从来没有变过，快乐许多。目
在土蓝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你爱上我。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海风吹过树叶破树，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来问候，纷扰太多，呼啸而过，由我来保守。别在土蓝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你爱上我。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别在土蓝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着你爱我。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，轻易地说你爱上我。在破坏来临之前，先别说出口。